中华民国台湾呢，台北市信义区了，你看，天气变冷的情形，31变19变14，你看昨天礼拜五还31度那么高温，今天就变成19度了，差了12度了，然后到明天又再降5度变最高温14度而已。今天最低温只有10度了。那如果是大陆呢？大陆报道北京地区北京地区昌平地铁，北京地铁昌平线，你看那么冷了，昨天可能更冷，没有，今天比昨天冷嘛，明天比今天冷，最早昌平，昨天还更冷，昨天最高温是-3度嘞，今天还高一点-8度。就昨天那么冷温度突然变那么冷地铁发生车祸，有些地方车辆的故障没有办法开，然后来找那个南部的台湾南部凤山，你看昨天还有30度，按今天变29度，这是最高，明天变24度，有降温也不会那么冷凤山的真的比较热呢比较温暖。高雄凤山的比较温暖呢。新营这边的呢，明天变20度，明天最高温变20度而已，明天又比较冷了。高雄凤山明天呢，最高温还有24度，新营这边最高温才20度，明天礼拜天比较冷的情形。